地熱能。大家喺呢個單元開始嘅時候，已經學咗一啲地熱能嘅知識啦。地球內部係一個好大嘅熱庫，蘊藏咗豐富嘅內能。呢啲內能估計係嚟自地球形成嗰陣嘅燃燒過程，同埋喺地心發生嘅核子反應。粗略估計，地球內部嘅內能等於地球上所有煤炭燃燒後所釋放熱能嘅1.7億倍。地熱能除咗可以用嚟發電之外，仲有好多用途，例如為家居提供熱水同埋暖氣。方法就係用水泵同水管，將凍水輸送到地底，俾地下岩層加熱之後，再將熱水泵上地面，加熱屋裏邊嘅空氣同埋食水。仲有天然嘅溫泉，亦都係由地熱能將地下水加熱而形成嘅。